青年都係促進兩岸民心相通嘅一個橋梁嚟嘅。佢哋之間可能冇太多嘅歷史包袱啦，就可以更容易建立呢個純真嘅友誼。而呢種友誼可以加深兩岸民眾之間嘅呢個情感聯繫，可以俾更多嘅台灣民眾了解到呢個大陸嘅真實發展情況。我好中意台灣嘅，因為我本身係福建人，咁台灣同福建嘅文化都好相似嘅。咁喺你話台灣同香港嘅一個區別呢，我覺得最大嘅區別就在於文化啦。咁台灣嘅文化咧，更多係保留住呢個閩南嘅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嘅特色。而香港嘅文化咧，就受西方文化嘅影響大啦，有中西文化交融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我都有留意到馬龍去台灣呢個交流嘅。咁接住馬英九都話會再帶台灣嘅學生過嚟大陸訪問嘅，呢個新聞我都有留意嘅。咁我覺得兩岸青年喺呢個文化嘅交流上咧，係扮演呢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例如，即係首先咧，青年係呢個文化嘅傳承者，而兩岸咧有濃厚嘅呢個中華文化嘅底蘊啊。呢個佢哋青年咧係承受住各自嘅地位嘅文化特色，呢個傳承嘅使命，就好似台灣青年佢傳承住呢個閩南文化啦、客家文化，喺呢個台灣嘅發展文化成果嚟嘅。而大陸青年咧係傳承住呢個京劇啦、書法嘅呢個豐富嘅傳統文化嘅。但係透過呢個文化嘅交流，佢哋可以將呢啲特色嘅文化相互嘅展示出嚟，文化內涵嘅呢個互通。其次咧，我覺得青年都係呢個文化創新嘅推動者，佢哋思想比較活躍，接受呢個新事物嘅能力都比較強。如果佢哋兩岸嘅青年可以行埋一齊咧，會有唔同嘅文化觀念相互嘅碰撞啦，可以激發出新嘅一個文化創意出嚟。而大陸青年可以將歷史故事同埋呢個台灣嘅青年嘅呢個流行文化元素相結合，就可以產生呢個獨特嘅文創產品出嚟，咁可以促進咗呢個文化產業嘅發展。最後，我覺得青年都係促進兩岸民心相通嘅一個橋梁嚟嘅。佢哋之間可能冇太多嘅歷史包袱啦，就可以更容易建立呢個純真嘅友誼。而呢種友誼可以加深兩岸民眾之間嘅呢個情感聯繫，可以俾更多嘅台灣民眾了解到呢個大陸嘅真實發展情況。而大陸民眾都可以通過呢個台灣嘅青年生活同埋思想有更深入嘅了解，從而可以推動兩岸關係朝住呢個更好、更積極、更穩定嘅方向發展啦。